再来看中国媒体报道指出，讲中国已经针对人工智慧晶片制造商辉达展开反垄断的调查，辉达的股票嘛受到影响。中国政府是认为辉达在2020年收购以色列麦洛斯科技的股权，涉违反中国的反垄断法。中国央视报道，辉达是涉嫌违反反独占法，市场监管总局依法是决定立案调查。中国政府认为讲，辉达2020年收购以色列网络公司麦洛斯科技，迄当阵中国嘛有批准这案，不过相关报道无具体说明讲，这个收购案有可能违法的原因。这礼拜投资人等在等待通膨报告出来，美国财告收乌，辉达的股价嘛受到反独占法调查影响，收盘是落3.63美金，也是2.55%，以138.81点作收。 And you do get a setback in a hot stock like Nvidia, which is what we're seeing today. You're not really seeing too much damage from it. 在大家在小人工智慧的刺激之下，辉达的人工智慧晶片的需求嘛大大增加。伊的股票是市场上热的股票之一，今年起伏是跌到200%。目前辉达的市值是超过3兆，敢若比苹果较歹尔尔。顶礼拜拜登政府阁对中国提出高边款记忆体含晶片制作设备的出口限令，阁甲另外140间防指控是北京幕后黑手的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扩大来打压中国的科技野心。中国嘛随采取报复的行动，禁止销售制作晶片必须要用的材料，包括钾含镓。美国高级官员捌指控中国偷摕美国制造的 AI 软体，但是中国政府是否认。即马针对辉达的反独占调查，互人真紧就想到美中的科技战是拍甲真热。即马辉达嘛是互杀起哩上头前。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